向请教早，关收看今日11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有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针对预防社透蓝组织部分，台有做研究，讲头一档做 AZ， 第二档做莫德纳，保护效果比做2档 AZ 也搁较好。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表示，会看咱预防社的数量来规划蓝列组的政策。 国内初二维持本土无病例，指挥中心讲，确诊个案当中无新增加死亡，还阁有4个境外移入，分别是美国、印尼甲泰国，有3个人是突破性感染，其中按10529本国籍40外岁女性，注4剂新冠疫苗也是突破性感染。 他接种了2剂的 AZ 以及2剂的 BNT， 那是在4月底到9月中旬之间完成这总共4剂疫苗的接种。那这一位是算首次有这个混2剂 AZ 又混2剂 BNT 的。指挥中心这个月要杀 AZ 换注 BNT 疫苗计划，台病院所进行的 AZ 加莫德纳换注的结果也伫进前公布。 指挥中心专家小组调集人张尚顺表示，台拢总收案400人分做4组，拢已经完成注射了后14天加28天抽血的数据分析，发现注2剂让8礼拜的效果比让4礼拜较好。抗体的效价来看的话，那当然 AZ 接莫德纳，会比 AZ 接 AZ 来的更好一些。那跟莫德纳接莫德纳是差不多的。国外混打的比较多的研究是 AZ 加 BNT 的部分，台大这边目前做的结果跟国外就是 AZ 加 BNT 是类似啊。那所以事实上这些资料我们先前也都在我们的这个 ACIP 委员会里面去讨论过。 目前个人新冠疫苗第1剂注射率已经达到73.77%，因为疫苗供货稳定。指挥中心讲，未来除了开放 AZ 加 BNT 换注，嘛当地评估是不是开放 AZ 换注莫德纳。这个月我们会针对目前现有的BNT 跟莫德纳的这个到货量来决定到底这多少里面有多少会 来做混打啊，那这个部分目前还在做最后的一个精算当中。另外，第13剂疫苗初3开放医药，提供 AZ 加 BNT 的第1剂、第2剂注射，不过会分流开放医药。BNT 是早起10点开放 ，AZ 疫苗是下晡2点开放。符合资格的民众，请按时上网络医药。记者综合报道。 那咱国内从3月份开始做预防社，目前是累计通报1006件，亲像是预防社注射死亡的案例，更有4000多件是亲像预防社注射严重不良反应的案例。若是真是甲预防社有关系，就当申请受害救济。卫福部的审计小组即马有公布上新的决定，目前确定有1个病例是1个民众，确实是因为预防社注射了后产生不良反应，有牵连，所以有摕到90万的救济金。 卫福部即马是针对预防社受害审计小组，因有做出开会决定讲，针对不良反应的通报内底，编号2303通园1个姓余的民众，经过专家小组的审计，认为伊脱贿赂合并血小板低下症候群，甲注 AZ 预防社有关系，所以有予伊90万的救济金。这嘛是咱国内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社开始做了后，救济金的金额上悬的案例。 另外，嘉义有1个民众伫7月底自 AZ 预防社经过个月了后，伊胸腔无法度喘气，医生是认定讲伊的肺部血管是塌掉咧，加在开刀了后有救回来。患者是谣言讲，伊是因为预防社引起的。另外，咱国内的少年囡仔做 BNT 预防社，即马有专家是表示讲，咱国内的少年家做头一档的 BNT 了后，引起心肌炎的几会是美国的2倍，呼吁咱政府爱斟酌这项代志。 胸口有1公分的伤痕，伊捌伫2017年得到全国10大新农奖的勇士市民林先生，无食薰、无啉酒、无三悬，伫做完 AZ 疫苗第1剂56天了后，非常的喘送病院。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疫苗的施打，所以我就会认定说，是不是因为疫苗产生我身体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肺栓塞？电脑断层看出伊的肺有血管塌掉咧，带伊20几天。 伊自认真健康，高度怀疑甲做疫苗有关系。如果我们有收到任何的一个申请的话，我们都一定会来赶快全力来帮忙。
甲机关表示，无接到相关单位通报，疫苗不良反应的状况也互专家真烦恼。中研院成医所检验研究员胡美香表示，甲美国比起国内青少年第期做BNT了后，心肌炎的初发生率是美国青少年的2倍，呼吁中央要提出青少年组疫苗的好歹数据。到底第2剂是否还要再接种的，由专家这边来再做一个讨论。疫情指挥中心回应，数据随时公开透明，不过台湾甲美国算的方式不同。青少年是不是要做第2剂 BNT， 会甲专家讨论。国内第一次已增加82例不良反应，36例的非严重不良事件，还有6件的死亡跟40件的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那死亡的6件里面有1件跟 A 粒相关，4件跟莫德纳相关，那1例是跟高端相关。过今年3月底到11月7日下晡为止，其他技术严重不良事件有4440件，死亡通报1000多件，总共是11000多件。这数字也看在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和民众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咱赶快受东北风影响，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咱的天气继续受东北风影响，伫遮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地降雨。下晡水气会变较高，大台北、基隆、宜兰落雨机会嘛小可增加。若其他所在无受影响，温度方面早暗拢较凉冷，各地低温大约是20度至22度。若日时的高温有的所在有机会下到31度。要提醒乡亲伫桃园到台中、恒春半岛，抑佫有外岛一寡较快的所在，今仔日风会较透，沿海的风影嘛会较大。另外，后礼拜1有头一波冷空气会入南，低温敢若剩14度。来看雪山崩空，除了车济、高铁车，阁有人是驶真慢，袂输久咧说。今年1月份到9月份的统计有758万抓车流量，其中大约有75000抓轿车驶真慢，慢车数平均才50外尔，甚至阁有一台车先讲就讲袂听，已经互经过20外届。各国一到假日就大塞车，尤其是雪隧路段定出现大塞车的情形，时速无到10公里。也毋过车流量大的时阵，塞车就莫讲啊。平常时正常车流量也塞车，高公桥发现有袂少是慢速车，早期落地场变成雪隧塞车的原因之一。司机组的这个测速照相在那里，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们去探讨，然后看到他的这个交通所谓的驾驶的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高公桥为去年底伫雪隧试办慢速车示警系统第1阶段伫外滨车道3个地点会当辨的标志会显示慢速车车牌后壁4码。第2阶段10月7日伫内滨车道搁增加3个示警系统，只要侦测车速超过65公里，甲侦车距离超过100公尺慢速小型车，就会显示部分车牌，提醒驾驶驶较紧的。那其实5到7月是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车子很少，那慢速车也很少，下午的时间比较会有这个慢速车跟这个离犯的情形。即摆高公桥阁公布，雪隧前10大慢速车，其中第1名互示警达到20摆，第2名也有17摆，就连第8到第10名也有14摆，全拢是慢速车累犯。民众质疑只是示警无开发，体检的效果无大。即寡慢速车扣行也是会悠缓，继续慢慢开，影响车况。就它只是公布车牌的话，那没有实质性的一些罚则在之类的，就是用处可能不大。没有什么车流的情况下，还是低于那开罚，我觉得这样可能还比较有效吧。高公桥表示，这款慢速车平均时速大约56公里，强调目前也在试办阶段，所以只有示警看图。强调会继续收集资料，这款资料未来不排除会转交予执法单位开发，提醒用路人。车速超过速限，会当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相当会当处6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后备军人的教育调级打算要做改变。国防部伫昨昏时表示，明年要试办新制度的教育调级，训练的内容较丰富、较杂白，而且时间嘛又长变14天。今日办公室准备整理资料，翁先生退伍2年，目前伫大学担任助理，伊负责欧洲研究学庭的业务，同事真歹代理。即个听到明年开始，新制教育调级会出现重大变化，变做14天，尤其是后提升用这个原则，感觉家己互新制调训的机会真悬。可能交代别人，他们也
不会马上上手。14天的话，我觉得时间太长了，那个工作回来可能会累积到有点多。如果在台北租屋很贵，像我自己就是台北租屋，但你半个月都不在，你还是要付1个月的房租，我就觉得很浪费。随上国防部明年同步实施新旧制教调，旧制是5天至7天结合单位作战任务，采取部队自训，差不多有9.7万的后备军人参加。新制是14天，是局部试办，由三军司令部后备指挥部拢总15000个后备军人实施验证。新制会增加16点钟的枪炮射击，44点钟的剑道教练训练，还佫爱行军训野外。因应明年试行14天的新制教招政策。训练天数较旧制增加1倍，为符合兵役公平性，参加新制的应招员，我们会以2次的召集来计算。若是是毋是因为两化关系，对于教调制度进行大改变？国防部是讲军事训练都要对着时代逐步检讨加强，无完全因为特情因素。每一次不管在做任何工作，为什么会有检讨会呢？就检讨出这原因不足在哪里，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作为啊，倒并没有完全一个敌情。会做一个很大幅度调整。国防部也强调，接训能量会进行变动修正，目前规划军中人员训练场所也甲导用空间，拢会当满足新旧制教育调级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伫昨昏宣布第29届 APEC 领袖会议，咱台湾的代表同款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总统是强调讲，咱台湾伫9月份已经申请加入 CPTPP， 希望张忠谋会当去 APEC 争取更加侪成员国支持咱台湾。搁再来和蔡总统做伙翕相，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第5遍代表总统出席今年纽西兰主办的 APEC 领袖会议，这嘛是张忠谋伫个蔡总统任内第4遍来代表出席。蔡总统表示讲，伫个7月，张忠谋就已经代表伊来出席非正式领袖的开门会议，苏当时针对疫苗还佫有经济恢复的议题来提出讨论。即便是要甲聚焦伫个后疫情时期的机会甲挑战，嘛强调讲，台湾伫个9月已经申请加入 CPTPP， 爱张忠谋来争取更加侪 APEC 成员的支持。台湾的加入 CPTPP 将可以促进成员之间的产业连结，强化区域的经济安全。因此，我要请我们张领袖代表借由这次的会议，争取更多 APEC 成员支持台湾加入。这边 APEC 代表团的成员包含行政院政委田振中、经济部长王美花、风机董事长陈准成这的人。张忠谋强调讲，会利用短几分钟的机会来甲会员国强调咱台湾加入 CPTPP 的帮赞。我会把台湾的争取的台湾加入这个 CPTPP 的实力，在我的每一个领袖代表会有一个6分钟的机会讲他的要讲的东西。因为今年台湾加入 APEC 已经满30周年，蔡总统特别强调讲，疫后的边境管制会较松人的美角，就是伫个这个疫苗会当来甲普及，呼吁 APEC 会当煞咧来斗帮助各国摕到疫苗，台湾嘛会煞咧来分享科技防疫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带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先来看《自由时报》，大卖场台湾家乐福要卖，资本统一集团是对外表示，要甲买起来这是家来事。不过即马是正式讲，远东集团董事长池旭东嘛想要买，而且伊强调，法国的家乐福毛讲是省的钱出较济，就会袂晓省。毋那远东即马风声嘛，阁有人想要买。来关心《中国时报》，台电打算伫2025年、2026年，要向民间的电厂买2700万千瓦小天然气的发电。第一阶段150万千瓦的买卖，敢若一间来标，尾也是流标。总共第3天然气的接收站，因为公投的关系出现变数，安尼咱用电的备转容量就会降到剩5%尔，用电会变真暗。来关心《联合报》，国民党宣传公投，目前当地总统府头前的凯道大骂，昨昏是第4天，前总统马英九嘛有到位去支持。针对行政院长苏贞昌批评国民党反内地会伤害台美的关系，马英九批评这拢是黑白讲。
那台北市长郭文哲是反对，是批评民进党甲反来的工作是反对美国猪肉，伊批评这是政治操作。继续关心四大公投案年底要投票，中选会有规划5场公投的电视意见发表会。头一场，经济部长王美花会去参加，会针对海草打公投做说明。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政府会依照公投法的规定向国人报告，嘛强调，若是用核电，风险是真大，万不利咱台湾发生核灾，安尼台湾会起一半。12月18四大公投，中选会规划5场电视意见发表会，和正反的双方表达家己的理念。头一场会伫咧11月13起过，反来的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对上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公投北大选是内政部处长陈宗彦甲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做正反双方的代表。仁爱海草打有经济部长王美花带头，对上宽团的代表陈宪正。中企核数是经济部处长陈文生，甲公投的代表黄树修。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政府是当事人，会照公投法的规定来甲国人报告，而且佫强调讲，万不伊若出现核灾，规个台湾都会起一半。所谓重启核试，不但不可能，并且核废料都没处去，万一核灾，一定台湾起一半。所以，我们一定会把事实状况向国民报告。苏贞昌指出，公投是就事论事，批评国民党把核事变做政治操作。也若是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民进党会甲反来的、甲反美的看做伙。在这个部分，我们怎样去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我们有义务，也要让人民知道，我们不能让国民党啊你冲的团团转。莱猪等号美猪吗？请教院长。现在在禁止的就是美国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啊。四大公投对决，政府全力保卫政策，执政党立委带新世代画下小天，内地的议题嘛引起蓝绿双方一句来一句去。莱猪跟美猪是不一样的，美猪我们吃了20几年了。他们把美猪跟美牛试着要分离，事实上就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概念。蓝绿伫公投议题互相无相让，希望互更较侪人注意到这个议题，会当得到上大的民意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00万人。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6421例。中国病例有970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6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9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727万例。疫情滚加要2冬，目前全世界胃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面对变种病毒愈变愈高炭，东欧的一寡国家也有俄罗斯最近死亡的病例拢直头增加，拢是因为当地人无愿意注意放射。伫俄罗斯，一间病院收治染疫病患的病床拢满啦。急诊室的医师表示讲，一天已经接到数十通电话。全球新冠病毒的疫情自2019年12月爆发到今，已经活满2年。11月初一染疫不幸死亡的人数已经正式突破500万例。因为疫苗所需，目前全球有数十亿人注疫苗，死亡率已经有较末，400万例死亡数已经让4个月。10月初，全球高一日死亡数伫最近1年来是头一摆降低到8000例以下。不如果为地图来甲看，最近欧洲出现较侪代表疫情热区的红色区域。The global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and deaths from COVID-19 is now increas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2 months, driven by an ongoing rise in Europe that outweighs declines in other regions. It's another reminder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far from over. 有家己研发疫苗的俄罗斯，因为百姓无确定的感觉真大，愿意接受的意愿真低。从10月20以来，平均每天死亡人数拢超过1000例。根据当局家己的讲法，确定的死亡数恐惊会更较悬。另外，
罗马尼亚甲乌克兰是最近欧洲每天死亡人数上介侪两个国家。伫过去一礼拜，都有442甲546人无命。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是全世界死亡上介侪的地区，不是个从5月以来，这个数字有煞咧减少。捌互疫情升长的美国，伫过去一礼拜平均的死亡人数有1400多人，伫这进前的一礼拜已经下降15%。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来关心非洲奈及利亚首都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一栋长得起22层楼高的大楼熊熊崩起，真侪工人未护照，已经知影有7个人死亡，阁有上百人被跌伫土石堆下骹掉伫内底。伫奈及利亚这间也不伫咧施工的大楼倒来了，也有人掉伫咧内面，边仔民众就急甲强要靠出来，命救援人员对内面救出一个受伤的人，经用救护车送医院。意外是发生伫咧当地8月下昼2点45左右，好佳在走出来人规面拢涂刷，讲到迄当阵的情形。We are working now. We don't say that we should go and just go for break. Many people are still there. I just plug my phone. When I want, I just see that the building come down. 这间倒来建筑物是伫咧首都拉各斯的2林区，本来是要起一栋22层的高级主体。建筑工人讲，代志发生迄当阵，也有上百人伫咧内面做事。Many people are inside. They are doing screening. Electricians are inside. Plumbers are inside. And then let me just say, the owner of the company also joined because there is one black Jeep was here before. 目击者讲，代志发生了1.5钟了，才有救援人员来救人，引起民众的反弹。当副市长来现场关心的时阵，就和民众呛声讲反应伤过慢。这毋是奈及利亚第一遍发生大楼倒来意外。2014年，拉各斯有一个教堂的人家交台所倒来，造成上百人死亡。事后发现是违建，建筑本身也有问题。2年了，东部一个教堂如果发生厝顶倒来意外，造成60几人死亡。外界怀疑讲，这边倒来建筑物也是偷工减料的豆腐铺工程。奈及利亚总统已经下令彻底调查这件代志。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来关心阿富汗初二一间军病院发生2起爆炸，上无是造成25个人死亡，也有超过50个人受伤。目前无任何组织承认犯案。不过塔利班是表示，这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K 做的。塔利班安全部队赶到喀布尔市中心，这间有400层的军病院现场，先是病院外口发生2件大规模的爆炸，马上就听到庆声。بود ما در شای محترم داریم زد خیلی نزدیک بود نه شای محترم داریم زد این در پارک جان 病工作人员讲，2件爆炸中让差不多10分钟。BBC 报道讲，有目击者讲，其中1件是自杀攻击。爆炸发生了，随有一顶牙青的人走入去病院，有一位医生听到院内有人大声喊讲，赶紧闭起来。过来就听到庆声。塔利班发言人卡里米讲。总入去病院内面是一名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分支 ISK 的成员。有伫现场的人讲，迄当阵有2台直升机伫咧病院天顶射来射去，也是塔利班第一遍用西方国家铁管了留来飞机。路透社报道讲，塔利班官员表示，攻击行动伫15分钟就结束，所有攻击者拢被拍死。这间军病院唔是第一遍被攻击。2011年，有一位塔利班自杀式攻击者伫咧后院引爆身躯顶的炸弹，造成6个人死亡。2017年 ，ISK 发动攻击，造成30几人死亡。自从塔利班掌控喀布尔以来 ，ISK 伫咧境内已经发动过几多遍攻击行动。塔利班甲伊斯兰国拢是逊尼派穆斯林，伊斯兰国以全世界做目标。塔利班只敢若想要掌控阿富汗，双方伫咧2017年变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全球气候峰会有重大进展，有要挖90个国家要加入美国甲欧盟带头的一项协定，目标是10年后全世界加元排放量要降3成，要来对抗气候变迁。来关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早暗是甲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双方关心中国甲北韩的问题。这嘛是岸田文雄上任了后头摆甲拜登见面。
来关心欧洲的议会对抗外国间有假假消息的特别委员会，有派代表团来咱台湾访问，伫今仔日就到位。欧洲学者是表示讲，虽望这爱面对中国的压力，不过因是认为来台湾会当提供丰富的经验，和后面参考。代表团卖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镜头转来过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进前是公布讲，旧历过年的期间，这段时间的检疫办法，部分的民众会当用10天加4天的检疫方案，就是讲前10天住伫防疫旅馆，那后4天会当踮伫厝内居家检疫。不过有专家即马是烦恼讲，这有影是考验人性，因为踮厝内迄4天一定会接触到亲戚朋友，安尼就可能会真做防疫空棚。为了响应春节反台人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的检疫措施。除了印度、英国、甲缅甸等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者需要住集中检疫所14天；其他国家入境者是会当采取10+4方案，也就是前10天住防疫旅馆，后4天伫厝检疫。不过有医师讲，这是人性大考验，就惊入境者返去了后有症状唔通报也唔体检。民众返家之后，万一有症状，那就可能是人性的一个大考验。那万一如果说有症状出现，那可能会被筛检出来阳性的时候，一定势必会影响到他后续的行程，甚至于是出国的行程。此外，有医师认为，虽然入境者检疫14天，也不过少数的新冠病毒潜伏期是会当达到3礼拜。民众伫春节期间老人就诊较直接，若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也是有社区传播风险。感染以后，差不多7天左右，差不多7、8成会发病哦。那7天到14天之间，还有2、3成的感染者，他可能会发病。整个配套措施来讲，我们需要有很强烈的一个查核跟处罚的机制。专家提起，农历春节返乡潮是人流刷叮当的高峰期。伫厝检疫期满进前，需要落实 PCR 采检，此外伫放凉边境管制进前，咱国民众第2剂疫苗注射率需要达到8成，才会当降低病毒对社区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专家的烦恼毋是无道理，因为毋是人人拢守规矩。伫高雄就有一个43岁查甫人，顶个月19，伊带入去防疫旅馆隔离，结果伊想要啉烧酒，竟然是利用房间内底多层设备吊锁啊，对2楼走出来1楼，行去便利商店买烧酒。那你为什么要出去？你可以打119。因为刚刚空气就太挤。警方伫旅馆附近的巷仔找到这个查甫人，因为伊吊锁的过程，互旅馆的员工发现，赶紧报警察。警察专伫附近找找，有找到这个查甫人，即马伊互掠去继续隔离，嘛爱吃罚单，可能会罚款10万至100万。来关心高雄的小港区有一栋透天厝，这是互民众检举讲，逐天拢有真侪囡仔伫遮出出入入。后来发现讲，这是一间无去立案私人供婴的中心。社会局要去稽查，毋过工作人员拒绝，搁害工作社工受伤，了后才叫警察，发现讲内底有收15个细汉囡仔，互要求爱停业，嘛爱罚款30万。小港区这间托婴中心的负责人徛伫边仔，无爱讲话。遮受托的人数上多的时阵，一度有15名3岁以下幼童，但业者说是无申请执照。10月27号，社会局接到检举要去稽查，工作人员无爱开门，搁夹伤着社工的手。工作人员的阻挠，然后还在那个过程当中夹伤我们同仁的手背，清算大概就大概有15名的儿童，大概是未满2岁到超过3岁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社工手受伤，通报派出所设立于内底，但业者无爱讲因收偌济人。清点才发现，2岁以下幼童3个人，2岁到3岁幼童10个人，3岁以上的有2个。但外观看起来，这间托婴中心无看板，嘛毋是合法来立案。市府要求业者袂当搁收，但11月1号搁去稽查，也是发现有13名幼童。决定要按照因违反着离校法，罚业者30万，而且爱伫网络来公告因的名。我们这做细汉的呢，做细汉的哦，拢还未读册。是哦。伊安尼差不多偌久啊？哦，足久啊，开足久啊。然后要几10天有啊？应该就不会，绝对不会，一定是
会找那个政府有立案的那一种。离合在时，社会局搁去稽查，已经无人。社会局表示，业者每一个人一个月收13000，比平均的计数上2000块。但是15名幼童，敢若2名无执照的保姆来顾，无符合着比例，嘛无符合安全，搁有消防法规。除了要求业者袂当搁收，嘛请家长爱签名，确定无要搁送囡仔过去，嘛会有社工伫咧现场来管控。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柯正俊个人报道。咱台湾的婚害防治法已经有14档无修法啦。有家长团体即马是烦恼讲，目前咱全台湾有超过7万的少年家当地食电子烟，受电子烟的危害，一直呼吁政府爱赶紧修法，嘛要求政府袂使用加税做理由，就让电子烟合法化。我今天后座的同学都在后面抽那个电子烟，有香槟口味啊、葡萄口味啊，所以就变成这样，已经无法去制止。有家长点出，即马校园的婚害危机，因为台湾的婚害防治法已经14年无修，所以类似电子烟、加热烟这种新婚也无明确管制，也让家长甲校长团体非常的担忧。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这个比例呢，快速成长，将近有7.3万人即将陷入危机，令人触目惊心呼吁能够在各县市的议会呢，可以先拟定这一个禁止电子烟、加热烟的一个条例，烟害防治修正草案，能够保护孩子的一个法案，这么单纯的一个草案，为什么要躺在行政院躺这么久？根据国建署的资料，对比107年甲108年，各高中职学生囡仔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有升悬的趋势，推算差不多5.7万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也有16000的青少年使用加热烟。有医师提醒，这对咱人的排害未输传统的纸烟加新冠肺炎。这些新兴烟品所产生的毒物，甚至可以高达15000多种。那这些就医的病人当中，90%都需要到住院的程度，50%以上都需要住到加护病房，甚至这样听起来是他对肺部的损伤不亚于新冠肺炎哦。家长团体是讲，目前新北市甲嘉义市已经通过新婚的管制自治条例，所以希望台北市也会当伫这个会期通过。除了这以外，也呼吁行政院卖以税收增加为理由，随便开放加热烟合法，阁爱赶紧将婚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审查。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咱镜头来新竹。新竹的民生科技大学这几档有愈来愈侪国际高学生，所以学校内底就若亲像大学的联合国同款，啥物国家的人拢有。今年学校创校55档，学校嘛举办国际嘉年华会，有对日本、越南、韩国也有蒙古这国家的学生囡仔，亲因家己国家的传统服装，了解家己的文化。蒙古的马头琴，一个红白色的蒙古布棚，入去内底帽仔戴起来，袂输敢若来到蒙古。一个对越南来学生，穿因传统的服装，现场伫咧做越南润饼。新竹民生科技大学的高外学生，但这边校庆伫咧办活动时阵做文化交流。有很多别的国家的朋友。如果在日本的话，很少机会接触别的国家的人，所以我觉得民生很好，就是可以国际的感觉啦。学校总共过来自17个国家，超过1200位外国学生，普通时就真侪机会甲无同国家的同学接触。袂输敢若是大学联合国。学校培养出很好的国际环境，让台湾学生有国际的视野，不用出国也能有视野，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学校也特别伫咧大楼挂无同国家的国旗，校长讲希望用这种活动，让学生体验甲了解无同国家的风土民情。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有艺术协会最近邀请咱全国64个工艺师展出100多件作品，其中内底有7个是人间国宝的作品。真侪少年工艺师就表示讲，这有影是真难得的机会，会当好好向国宝学习。来自全国64位工艺师，加强100多件无同种类的工艺品，当咧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工艺特展。向民众来展现传统工艺艺术价值甲传承精神。规个这人间国宝，也是工艺之家，也是咱的国家是工艺成就奖，伫全国性这的前辈吼，来以
参与，来带动咱的嘉义县的这个工艺的一个水准。这届来展览的64位工艺师，有7位摕过人间国宝的任务。嘉义县文化局表示，这个作品互民众看到传统工艺的功夫甲精神，嘛是少年工艺师真特殊的合适机会。咱嘛希望讲吼，一个少年囡仔，互来看到这作品的物件，互来传承，互一个少年的，不用一个少年的出来吼学习班呢。大家就在传承传统文化的部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参与。比较少有可以给我们的舞台，所以这样的一个舞台让我们来展现，可以让我们的工艺让大家发现。看不同样的作品，然后可能从他们诠释的角度，然后来精进自己学习的方向，这样子。台湾工艺职业协会表示，这是嘉义县第一届有这大的工艺展览，邀请来工艺师甲作品会当讲有全国的规模。希望透过这届交流，和传统工艺技术甲精神，会当伫嘉义县继续前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少年祖先是咧清明，若一礼拜一是一寡国家的亡灵节。咱的友邦瓜地马拉甲海地拢有放大型的风吹，嘛有透过宗教仪式来怀念已经过身的亲人。560个人做伙放一个风吹，要互伊飞去咧天顶。吹的是中南美洲国家瓜地马拉的亡灵节。有一个所在民众要放20公尺长大型纸做的风吹，纪念过身的亲人。Aunque estemos en tiempo de pandemia, siempre seguimos recordando a nuestros abuelos, porque el barrilete es como un mensaje para mandar a nuestros abuelos y abuelas que ya no están con nosotros. 放大型风水传统已经上百年啊！瓜地马拉的人相信，亡灵节这天，在身甲往生的人的世界会相塔做伙，所以把思念写来，放伫咧风水顶，送去咧予天顶的往生者。亡灵节放风水活动今年因为疫情规模有较小。同款摇过亡灵节的海地是办乌道教仪式，纪念往生者。受到太子港的公务，有几多百位穿白衫的民众向乌道教师献蜡烛甲钱。教师会伫咧蜡烛顶头用增加克制的十字，念咒了才个行印。Disons pile le paquet de bagages qui existent dans vie nous peuple haïtien. Pour qui ça? Parce que c'est maman nous, papa nous, grand-maman nous qui viennent produire, ça les saints, les morts. 乌道教是过去和西方殖民者奴役的非洲的民族，伫咧压迫下结合天主教甲非洲宗教所产生的信仰，海地人普遍拢信乌道教，因用音乐甲舞蹈，并且献面包、乌咖啡来舞酒等祭品，希望用这种仪式和在身甲往生的人保持连结。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环境爱关心，来看联合国的气候峰会，即马当伫英国举行。伫11月初1日时，有举办世界领袖高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有专工去参加，嘛有针对当年川普在执政的时，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公开回事的。I guess I shouldn't apologize, but I do apologize for the fact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pulled out of the Paris Accords. 中华联合国气候峰会舞台，美国总统拜登替川普回信的，宣示继续减少二氧化碳。川普提出巴黎协定是烦恼工作机会流失，拜登是讲减少二氧化碳会帮助经济繁荣。未来10年是一个关键，搁还是最后的机会。伊原来为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第2的美国做一个决定。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ambitious target I set in the Leaders' Summit in Climate back in April, reducing U.S. emissions by 50 to 52% below 2005 levels by 2030.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呼吁各国遵守巴黎协定的目标，将温度控制伫1度半。这原来是这届峰会上界主要任务。伊阁讲，若是伤过瓦克化学燃料，会将咱人杀去绝境。伊阁讲，一切对环境的破坏应该到这为止。Enough of brutalizing biodiversity. Enough of killing ourselves with carbon. Enough of treating nature like a toilet. Enough of burning and drilling and mining our way deeper. We are digging our own graves. 亚马逊雨林原住民青年领袖呼吁政治人物停止空嘴报纸甲白菜话，采取行动。Let us stop emptying lies and fake promise. Let us end the pollution of hollow words
and let us fight for a livable future and present. 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伫七一展开正式议程。少年线2天是世界领袖高峰会，要提出落实巴黎协定的具体做法。主办国英国7日时宣布，大会已经做出头一个重大承诺，有超过上百个包含全球8.5森林面积的国家领袖，答应要伫2030年前停止割草森林，也甲保存土地，通保护会当吸收碳排的地球的气。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要提醒乡亲，天气会愈来愈寒哦。那今仔日咱是受东北风影响，伫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地渐雨。过昼了后，水气嘛变较高。温度的方面，早暗拢较凉冷，各地气温大约是20度至22度。要提醒乡亲，伫后礼拜一头一波冷空气会落南，气温敢若剩14度。乡亲的棉被、袖仔爱摕出来先穿好便。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6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